AutoCAD 網頁版而家直接同 Forma 數據管理問題整合，令團隊可以更緊密管理設計反饋。呢個整合，用戶唔使離開繪圖環境，就可以查看、建立、分配同埋解決問題。團隊唔使再喺多個平台切換，或者靠斷開嘅電郵同標記，而係可以喺單一共享環境工作，將反饋清晰同設計入邊嘅特定幾何圖形同位置掛鈎。呢種結合上下文嘅方法，大大提高嘅清晰度。當問題直接連結到圖紙入邊嘅物件或者區域，誤解嘅空間就會減少，亦都唔使再反覆溝通嘅解釋需要改啲咩。設計師可以快速理解評論背後嘅意圖，進行更新，並即時解決問題。同時，項目經理同審查人員可以更清楚嚟到狀態同進度，有助於確保團隊內部嘅責任制。通過喺 AutoCAD 網頁版入邊集中管理問題，協作變得更加精簡同透明，團隊可以減少遺漏嘅反饋，縮短審查週期，並喺減少延誤嘅情況下推動項目進展。最終，呢個整合有助於協調利益相關者，改善溝通，並喺成個設計過程中支持更快速、更自信嘅決策。